大家好，今日我同大家整理咗5款免費 AI 影片生成工具，幫你輕鬆整出專業級影片。第一 ，PicaArt。PicaArt 係簡單易用嘅文字轉影片工具，免費版每日有150個額度，能夠生成最高10秒嘅短片，支援 720P。PicaArt 好啱新手同社交媒體創作者，佢生成速度又快，效果自然又唔使調太多參數。新功能 PicaFrames 提升咗影片過渡效果同敘事能力，比起一啲大廠工具，佢嘅免費額度夠用，性價比高。第二 ，Runway。Runway 係創作者常用嘅 AI 影片工具，免費版有125個額度，可生成50至60秒影片。佢可以將靜態圖變動態，如果你係 YouTuber 或者想用 AI 整啲行銷材料， Runway 係唔錯嘅選擇。免費版雖然有限，但夠試水溫，想進階就考慮付費。第三 ，Kling AI。Kling AI 係快手出品嘅，免費版有166個額度，可生成最高10秒嘅短片。佢擅長複雜動作，仲免費提供文字轉視頻功能。不過免費版生成時間可能較長，需要等5至10分鐘甚至更耐。如果你係商業用家，想快手整產品宣傳片、公司介紹等， Kling AI 會更加適合你。第四，海螺。海螺係中國 Minimax 出品，免費版每日有100個額度，佢免費生成6秒同 720P 影片，支援中文文字轉影片。如果你嘅觀眾主要係中國市場或者華語地區，海螺會比西方 AI 工具更啱你。特別係想用 AI 整短片，佢嘅字幕、語音合成同動態模板可以慳你好多時間。第五 ，Pixverse。Pixverse 係一款強大嘅 AI 動畫工具，支援多平台使用，例如 Discord 同 Web。免費版每日有60個額度，免費生成動畫風格影片，特別啱整卡通、動漫風嘅內容。新功能包括角色口型同步同聲音自動匹配，好適合 TikTok、Instagram Reels 創作者整搞笑短片同品牌動畫。對於香港同華語地區嚟講，中文支援強嘅 Kling AI 同 Helio 會更適合你。創作者適合 PicaArt 同 Runway， 但要注意佢哋嘅付費成本，特別係中小型創作者。中意動畫風嘅可以試 Pixverse。你最想試邊個工具？定係有其他推介？留言話俾我知，記得點讚、關注，攞更多 AI 工具資訊。